观众朋友，忧郁症甲躁郁症呢是受到真侪因素来影响，包括讲心理、家庭环境哦。也即届呢，台大公卫团队呢是上新的研究发现，讲除了大脑、肠仔甲腰鞘呢若有问题，可能嘛会互人郁卒咯。也研究团队就提出讲，爱对症落药，未来呢计划甲慢性病即止痛药啊、甲爱困药啊呢加入忧郁症的药单当中。 民众若心理破病、较高郁卒，就要去看身心科摕药仔来食。毋过，若是药仔食毋着，恐惊会对身体造成负担。根据台大公卫学院上新的研究发现，影响人郁卒的器官，除了大脑以外，还有肠仔和腰鞘这两个器官。身体无舒适，直直腹肚痛、无爽快、头痛等等，长期落来可能会变做郁卒症。若是干那食精神科药仔，可能会食毋着药仔，爱治疗无爽快器官才对。这边的研究讲，迄个基因啦吼，你得事先知影讲什么叫做精准的医疗，下你事先能知影讲伊是什么病因，你咧拣药的时阵就应该较准啦。安尼互患者讲毋免讲安尼药啊试几落遍，效果拢无好。为着要解决过去的研究者敢若集中伫咧欧洲白人身上的问题，即摆台大公卫学院的团队收集超过500万个无共族群的基因资料，包括亚洲、非洲等所在的人，发现将近700个造成郁卒的基因。学者表示，这项研究也较适合亚洲的民众。 80%左右的这个样本都是来自于欧美的族群，用这个部分发现的结果，我们很难开发出适合亚洲人、适合非洲人或者是适合拉丁美洲人的这个药物或者是治疗方式。台大团队未来也计划甲慢性病痛药啊、爱困药啊等等加入忧郁症的药单。精神科医生建议，若是有郁卒的症头，也要透过精准的医疗，找出来是倒一个器官无爽快，才会当对症落药。记者。 第二选柯敏哲台北报道。